俗语讲一个影生一个囝，针对内阁改组话题，进前总统蔡英文伫元旦的谈话表示讲，然后定案队报告，因为15民进党的主席特别补选啊，风声讲新内阁人员的名单后礼拜就会发布，更加风声讲有可能接这个行政院长人选的是前副总统陈建仁，有关这个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会接副院长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陈建仁嘛回应讲，伊顶届甲这个总统见面的时是11月底，这风声拢是无影无假。有定案就会跟大家报告，大家不用过度的臆测哦。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定政局，也要开创新局。元旦谈话，总统回应外界所关心的内阁改组话题，刚讲时到，得甲大家讲，看起来这个时机点也未到。昨下早9点外，苏贞昌的坐车驶离开总统官舍，伊才当结束1点外钟的国安会期。不过无到2点钟，苏贞昌阁出现伫咧总统府，即摆是府院的会期，嘛是开点外钟。尾下府院嘛同齐发新闻稿，行政院伫咧11号下早11点先发出声明，内阁调整等会期结束，就会和总统做讨论。总统府尾下嘛伫咧下晡发表4点声明，后阶段内阁调整会伫咧立法院会期结束了后做讨论。请外界唔免想伤济。陈建仁1月初到6月初才抛出参加新教宗本笃16世丧礼，即马人伫咧国外接受媒体访问。陈建仁讲，顶摆和蔡总统见面是伫咧11月底，伊最近无和总统见面通电话，无承认接内阁团建。除了内阁人选传出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来接，出的人选名单嘛对咧公开，由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接副内阁，副总统秘书长由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来接。林佑昌接交通部长，内政部长由潘明安来接。所以这个阁揆，不管是谁来担任，都应该是一个属于经济复苏让全民共享的一个阁揆。因为15号就是民进党主席补选，包括党务人士和新内阁人事名单，预计伫咧后礼拜会公布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